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嘅《福喜乐》呢个节目。今日老大家来紹介嘛嘅咧，有位紹介藝術當有意思，有當好看嘅舞台劇哦。所以今日老強就突然呢度節目地度老大家來分享，大家來分享今日裏邊一開始來分享嘅係突然中肉嘅分享。大家好，我是山童傳奇的導演張玉佳，歡迎導演。大家來分享嘅係你舞台劇地度嘅冉冉嘅佢係安呢個倍數分享。大家好，我係王培樹。今晡日東分喜做對老大家分享藝術嘅表演《山童傳奇》。冇錯嗬，《山童傳奇》也是係了解舞台劇嘅名嗬，係聽到咧受緊難嘅依個冉冉佢係馬上嚟台灣分享。大家好，我係鍾啟漢，也把係我第一擺表演嘅，在舞台劇裡面表演，其實真係動緊張。有一些緊張，真緊請歡喜做的有些人台灣啊導演，還有配書來到節目地度，讓大家來分享兩擺的舞台劇哈。這一次的舞台劇其實說實話，一開始我有看到台灣來到節目地度，我有點驚訝。為什麼？因為這個舞台劇，據我的了解，它好像要唱歌。然後我一看到台灣開始，又想說，哦，台灣你會唱歌誒？其實我這個沒目的，對嗎？我自己也不是很確定的。是，而且我了解的是，聽導演是不是一開始他就要先唱？他就是全戲的第一句話，第一首歌的第一段就他，真的，而且是 solo。所以一下排練到現在，導演覺得怎麼樣？還不錯，是不是？哇，大家很期待。漸入佳境。因為說到要走戲嘛，要唱歌，不過看到佩書就會覺得，因為佩書本來就是很輕腔的歌手，所以唱歌對你來說沒有問題。就是如果來比較這個整個演戲跟唱歌的話，唱歌是對我來說比較沒有問題。是，可是我覺得在表演啊、演戲其實就會要有一些取捨，真的哈。不過呢，我們是不是先請導演幫我們分享一下這一部舞台劇《山童傳奇》？山童傳奇它是怎麼樣的一個故事？其實故事蠻簡單的，它基本上就在講兩村的人，是，然後一村就講客家話，一村不講客家話，兩村的人然後很不合，可是同時之間呢，又聽說有鯉魚精要來，對，然後因為這個鯉魚精是衝着同村就是講客家話的這一村來的，所以這兩村不合怎麼辦呢？所以就佩書要帶他的大隊人馬去隔壁村就是討救兵，就兩方一言不合，那當然最後怎麼樣，大家來看戲，一定是這樣，而且感覺上有點小魔幻的感覺，對，因為剛剛講還有那個鯉魚精在裡面，清有意思。不過唔但像按陽影要不嘅舞台劇，其實請特別嘅地方係一般人看戲嘅時節，喺到那邊文化廳啦、演藝中心是室內，不過要不冇共用，係冇？是不是這一次不一樣？這一次在戶外，在環境劇場，我們用環境劇場的方式。這個環境劇場劇就是其實已經很多年了，可是說實話，第一台灣有按陽嘅演出比較少，對不對？我想應該是說，我們小時候都有看野台戲的經驗嘛。那野台戲其實你在外面，然後跟大家一起看戲。那以前沒有手機的時候，這個在野台看戲就是一種社交，一種跟別人怎麼講，就集會、社交集會的感覺。那現在開始大家對表演藝術比較接受，所以就會想方設法到各個場地去表演，是像之前有在義宅京城啊，然後有在那個滬尾炮台啊等等，就是很多的表演團隊都願意嘗試。可是它真的是勞民傷財的事情，勞民傷財的事情。對，所以這一次地點是在新竹縣竹北市篤信州左北兩家地方。我們等一下可以告訴大家更詳細的地址，大家有空的話就可以一起來看戲。對，一定要來，一定哦，對不起，是一定要來，無論如何。對，而且多棒啊！而且這次是一個環境劇，所以其實我們其實是邀請大家一起來分享，一起來看戲，走出戶外。對，不過剛才導演講的劇情是兩村，所以佩書到台灣碟裡面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樣。誰來先分享一下佩書的角色？姑姑先老公，對，姑姑黑毛，剛好他是演我侄子，是，對，所以我們是同村的人，對，我到底部都改名係藥嫂，對，所以我的專長就是要
摘草药，是，对，然后去研究这个植物啊，对人体啊，或者对我们村里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哦，那你觉得像安永嘅角色，第一地度对你来讲，心态嘅挑战系嘛？挑战哦，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一出戏里面表演，可能会让大家对我的印象会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之前的表现都会是比较像有演仙女啊，或是演鸟啊之类的。可是我觉得这出戏里面就是要把我一些内在的一些东西表现出来，我觉得我比较像女汉子。哦。哎，这真的跟我认识的你不一样哎，毛琼庸。对，是其实应该是说我平常没有把这一面表现出来。哦，你看舞台剧的魅力就会暗涌影，把人家内心另外一个黄佩书黑某就会另外一个钟启汉，开发出来。对，因为大家爱上心哈，青头嘅雄心朋友对批数嘅英雄系买，就会一个清讲嘅有冇，清有气质嘅一个歌手。而且因为佩书在学古典音乐的，所以他唱歌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个质感不一样，你们要立在那里。有没有很像？所以有冇黑某就会国家音乐厅这种的形象有冇哈？所以之前就是找我演出的导演只敢安排我演仙女类的，所以你现在下凡了就对了。仙女下凡当女汉子的意思就会让容易。可是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本来就是要去做不同的尝试。那我觉得我现在是同村的村长夫人，所以我带领了我的村民去对抗这个鲤鱼精，还有跟另外一村的人做一个对抗。哎，那真的很值得期待，很想看佩书这个样子，真挺清秀一块，给摸一下，给这个女汉子的侄子，你给角色。那你戏里度演的是就是佩书的侄子嘛，小勇，他名字叫小勇。那其实你还知道小勇这个角色，他在里面其实他就是，他也因为其实我从小就爸爸妈妈就摸出来嘞，那时候阿姑带点来。好想哭哦，觉得好感人，然后就已经哭了。看到几个面有毛给我从小爸爸妈妈就冒出来，配对阿姑就做青杠你那样。其实迪路青中一个角色就会有鲤鱼精，因为鲤鱼精要来毁灭我们的村庄，故事原地就要带点台家，因为该龙是。发生东危险的时间，阿姑呢没地方卡嘞，你出去采药去，所以我就变成是一个要带领大家逃跑，照顾大家就是逃跑这个，避免被鲤鱼精伤害的这个角色。真劲哈，因为佩书有分享嘛，因为他在演舞台剧的时候，他可以把自己内在另外一个女汉子的样子表现出来嘛。对于台汉来讲，应该是无强用，因为大汉也演戏。他还演很多戏，不过亚伯是替拜做舞台剧，对舞台剧啊，你吃到做舞台剧，然后你平常是做戏，所以他给某强用去买。其实刚好是唐到的时间，应该新冠度会蛮紧张的啦，因为真的是第一次演出。我就想说你怎么敢接？我还想说去到现场，我不敢说我是第一次，你知道吗？他后来跟我讲，我超惊讶的，因为我们已经排练了一段有一些时间，然后导演突然问我说，台湾啊，你看。第一次不是他没有问我是第一次，他说你是之前有演过什么样的作品？说我是第一次的。对，因为你觉得不一样，对不对？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像 Pocky 啊，因为做的 NG 嘛，对不对？而且该种表演方式又是完全不一样，在镜头前面有时候可能很近，所以你动作是跳台很细腻，有没有？有时候就是像单机拍摄的时候，你可能是很细腻的，但在舞台剧是不一样的，你要很。觉得该比较夸张，心里面的那种气场应该要更强大，你才可以把你想要表现出来的情绪传达到很远的观众。当然，我觉得第现场啊，导演他们就是或是每一个演员，大家都非常的帮忙这样。而且对于爱奇艺来讲，其实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是，而且好像演舞台剧，每一次的排演，我觉得你们好像要重新脱皮，又重新增加一点新的能量，可以杠叔会按钮你。对不对？所以导演，你看大汉这样演，你有什么样？你觉得还可以吗？还不错啊，我都很相信我的直觉的，对。哎，导演没有说很好，他说还不错。就是还有很大的。你演完再问我一次啊！对，演完再问我一次。某共 OK， 因为真景可以某共用，而且对于大汉来讲，其实你也是借由这样子的角色，重新挖掘你另外一个演戏的状态。做这样讲，对爱去讲，爱某该杀听啊，就是没有什么设定，就是希望就是每一天，因为
没有设定才有更大的想象空间。那我也希望我自己去挖掘更多不一样的自己。对，在6样之前啊，就同一条大嘴骨，那就问你们怎么足宽也很缝，因为我们昨天哭很惨。我想说，给不给6样，嘿没2个配书到他眼睛都红的，我想说怎么会来录影眼睛是红的？黑某水某又勾字黑某。昨天其实真的是哭了很多次。那我觉得哭戏其实它有很难的一点是，其实如果你不是真的内心流露那个感情的时候，就看起来会很假。所以其实我们昨天在排那段戏的时候，前面其实有一段催眠，就是我们要让自己进入到那个状态。后来我就发现我眼泪已经停不下来了。我觉得会不会这样也可以是另外一种释放？有吗？不过真给你懂跳，昨天的眼泪大概是我差不多半年的眼泪。你太夸张，真的，你太夸张。因为除了这种，我光是因为我们在排这段戏之前，我们是先躺着嘛，我们昏倒了这样。从其实躺着的时候，我眼泪就已经在这边流出来了，然后一起来那个情绪一下子这样爆发出来，真的是哭得很用力。不过真给啊，因为我认识的大汉就会按永玲玲，他的整个心，我觉得他很赤子之心，也很单纯，所以很容易进入暗涌嘅状况。哈，还有冇改精彩嘅故事，然後大家都分享，大家聊下，等下常常嚟講。特別繞牆度討論繞培書繞台韓來到節目地度繞大家來分享與出動好看嘅舞台劇《山通傳奇》哦。唔過講正經嘅，這個舞台劇同跟以前冇共用，因為佢會重構誒，會跳舞嘛？也有一些些的，一些些跳舞係冇。那佩書有跳嗎？也有。有要唱歌又要跳又要演，台灣也係哦。有專業的舞者。對。你幹嘛？然後我們混在裡面，有沒有？混在裡面。你講真嘅係青某共用，可以說是18般武藝都要在這樣的一出舞台劇裡面完全的呈現。韓國某共用嘅地方係因為譬如跟以前的角色不一樣嘛，以前可能是歌手啦，形象某共用，當然係主持啊，因為做戲唔夠要擺第一擺給做舞台劇吼。真嘅。最大的挑戰就唱歌，所以今天怎麼可以不來現場唱一下呢？做得冇？真嘅要來，你有準備冇？做得，冇問題嘅。好，所以你先講一下，你一下愛衝嘅，係你一開創唔係，係開創嘅時間衝嘅該團冇唔係。就一開始先開頭嘅時間來衝嘅歌，因為嗰陣時係老太家講，其實這出舞台劇我覺得蠻特別的是，它離觀眾很近。對。所以我們可能就站在觀眾的前面，然後告訴他們我們的故事要開始發展。那這段故事在講說李穎進來嘞，你們聽說了嗎？要告訴大家你們聽說了嗎？好，給大家有準備好嘛？可以來，你們都聽過，但我沒有嘛。來聽一擺，佢說我呀請緊總又請起台，好不好？懂啊，緊懂嘅。還有一啲歌手，專業歌手前面唱歌真的是蠻。呀就會請電影腦嘅地方，有冇？喺歌手前面唱歌，好，不會啦，我相信佩書會把。我有寬大的心胸。好，該來就來咯。好。你們聽說了嗎？李玉金出現了，那驚恐的男人親眼見着李玉金與他雙眼對視，失去神智。李玉金面露凶光，深情惡毒，身旁帶着許多同類。就按你，這是一開場的歌。請兩位評鑑一下，俺黑吃豆非常的厲害，給馬牌都已經出來了。導演，你講一下，你吃豆面還不錯，是不是？我覺得導演他很會鼓勵人，但他都說還不錯，真的而已，就是沒有到很好那樣子嗎？沒啦，講誰 OK？導演你真的很棒哎，我覺得你可以出專輯啦。講笑哈，真嘅，你做戲有主持，也係舞台劇啊！真嘅吃豆，你都得出專輯，趕快跟經紀人聯絡一下。我再請那個魚群們來幫你伴舞。真嘅，對啊，而且你以後出專輯還可以請佩書加持啊，走的。我覺得真的可以啦。
还是我讲不算，从经纪人公开嘛，你公开真的很厉害哎，我第一次听导演唱歌，真的吗？好像是哦，真的。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歌，会紧张哦。其实共真经也不会呢，真的没有，我一直都觉得，我心中一直都觉得，就是当别人信任你，然后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反正你就是尽全力去做好它。我觉得会更重哎，没很矮，还偏硬。就是因为导演他要负责整出戏，但我觉得我们一定是尽全力去把它做好。是，好，这种感觉也很美好哈，就是你可以为一件事情一起努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第一次献出声音的，大家都唱了这个身经百战的佩书，冲下，因为冲下吗？走对啦，矮虫俩短俩团黑，就是接着他刚才说的，鲤鱼精出现了，你们听到了吗？然后当我们知道有这个讯息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紧张，紧张，就想用个撒掌喉呢，所以这首歌就是该怎么办？那我唱里面的一小段，就是由这个勇勇的角色唱的，那歌词其实是矮有一种意感。佢準備，才劍也出現，就是鯉魚精，愛有一種意感，佢為了強攀，佔據人哋嘅村莊，傷害人哋嘅人，佢動氣，但係愛唔啲，係做乜嘅？對，就是講我的心情。是，那我來唱，因為通常我的歌都很高，沒關係，你還是可以很高。好。我有一種預感，佢準備在今夜出現。我有一種預感，佢老強伴會佔據人哋嘅村莊，傷害人哋嘅人，佢動氣。但係我唔知係做乜嘅。好想繼續聽下去哦。對啊。而且你有沒有覺得整個很期待表演那一天的到來？我覺得我們等一下也不用訪問，我們就等一下再找幾首歌來唱一下。哎呀，還沒看過。你看永晴朋友都得先聽到，我覺得大家，因為我們一直講說，第一都有衝過誒，有安用給卡起，不過大家可能很難去想象都帶給用誒個情形，真的。哎，我剛才聽他唱是。雞馬提起來，我聽你唱是直接掉到地上，幫你撿起來。哎，導演覺得唱衝恩勇還可以嗎？對他其實我覺得對他唱歌來說，我那時候我還記得，我打電話給他，我說我完全不擔心你的歌聲，對，但是我給了你一個很難的角色，對，這個角色對他來說，我覺得應該說對一般演員來說都是困難的。而且非常的困難，如果你還要演戲，那個角色很難，又要唱歌，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他已經幫我減輕一半的壓力。這真是很大的稱讚呢。所以其實我也很開心，說導演在不認識我的狀況之下，他就這麼的相信我，這麼大膽。對。不過真的，如果是像導演這樣講，那導演當時選佩書，你就這樣選了，我就一通電話。其實我沒有，他們兩個，我是見過他的節目，對，然後我對他有印象。他的話，其實他的名字大概在我們 casting 前面已經陸陸續續聽過他。那當然大家都會，你知道各方都會推薦人選到你眼前，然後我當然就有一些人是很會演戲，可是可能歌唱的那個能力可能沒有那麼好，然後也有歌手也有什麼，然後我就。有一天，就是有一個指揮朋友，就是告訴我說，哎，他也推薦。我說，哎，這個名字從另外一個管道進來，我想不如來打個電話好了。所以電話打了就確定了。打完之後，因為我要先知道他有沒有空嘛，那有空我們再來談這樣子。然後他也很直接跟我說，哎，他的檔期怎麼樣？然後放掉電話之後，我就跟我朋友說，我說我在他聲音裡面聽到一種很堅毅的感覺，他這個感覺是我認為這個角色他需要的。
好感人哦！一通电话就决定你声音很坚毅，很坚毅，他就已经发现我有女汉子这个性质。真的，而且我觉得也有一点点，看这很八股，虽然按我讲吼很八股，不过真的还很有看到客家妇人家迄这种的感觉，很按容易，就是很温柔的一个女性，可是你有那种很像轻简爱的一种的性格，让导演给察觉到了，就按容易感觉。因为有人说她看起来就柔柔的，或是她就是看起来很像那个 Elsa， 有没有？对，讲话又很慢，对，然后又好像有点距离啊什么。但我觉得可能因为自己是女神，所以我觉得不要被女人的外表骗了。刚刚导演是说自己是女神还是女神？女神。其实导演黑女神啊，心目中黑女神。不过真的，因为那时候导演有讲到佩淑，因为说真的，歌手唱歌跟舞台剧唱歌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这种感觉好像要分心的感觉，因为歌手唱歌你就是专心的转型给冲狗哎，你跟你冲狗去周一，干嘛还好像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它有牵连的部分，可是我必须，因为我必须在这个角色来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不能脱离掉我这个角色的个性，跟他的一些情绪还有口气，对，所以我不会把它唱得美美的，对，所以像包括刚才我分享的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药嫂的这个角色来唱这个歌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要把那个声音的表达已经投射进去了。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因为给冲狗给时间，他只要把歌唱好就好了。可是他在这里面唱歌，他要把戏演好。对，所以这中间是佩淑也算是对佩淑来说也算黑一种心某 Q 给拱口就会按容易。那一通电话就决定佩淑，那台湾黑一下就觉得他是小勇黑按容给港口吗？我觉得其实他们两个他是算。casting 到最后端的时候，我们才决定找他。然后那时候找他，其实最大的考量都不是什么，就是他的身高，就是他的身高，还有很帅啊。对，然后他在台上，因为其实舞台剧有时候你远看，你可能不像电视说你很近看，你要看他的长相；你远看你要看他的比例。那他这么大一只，那我就放在我台上，我就开始想说，哎呀，然后我就问我的那个工作人员说，那谁几公分？我再一个一个刷到最后跟他搭配，有一个女孩子要跟他搭配，我说完了，这最萌身高差怎么办？然后我就开始，我还要问我们的灯光设计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是整个设计群问了一轮，说确定摆在台上是 OK， 然后衣服上面可以调整，然后后来当然我还是蛮直觉的，就是在选角这件事情上，的确还是有蛮，因为这个算是一个很帅的角色嘛，在角色里头就要带大家冲锋陷阵，是很帅的角色。对，但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他的那个主持节目的那个给我的印象，以及他是选手背景，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还问他说，哎，你体院的对不对？他说对，我就说这个选手背景对我来说。如果你在场上，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的目标，那你上了舞台，你也可以。哇，真的哈！我是真的第一次听到导演是这样选的吗？对，这样选。不是因为你的长相有点失望吗？先感谢父母亲，我有这个身高的。唔会，其实看重嘅係你嘅能力，當你的能力哦，真嘅係按容易。你看又有能力又有能力，又有这样这么帅，又这么高，对不对？然后又可以完成最萌身高搭配。大家都想说男生高好啊，我是说，可是不一定哦。你放在舞台上，如果他特别的突出，而且我们鲤鱼精是怎么是大魔王嘛？那我不能摆一个人看起来在台上比鲤鱼精还要高，对，那我就会觉得这个就 casting 这件事情，并不是决定演员你演的好不好，它是整个团队看起来它合不合。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特质是后来我们觉得，哎，可以试试看，就是我对我而言，好像是选手这件事情。好像有吸引到我，还有就是那个他的那个做客他乡，我是忠实粉丝。哎呀，哇，忠实粉丝，这个节目的粉丝。真勁好，唔該，當然還有動到星期嘅事情做得到，你家鄉親朋友嚟分享吼，所以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來講。
都欢迎到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嘅三通传奇哈，都是28、29的时间来染出公共嘅时间跟你们大家这样子闲聊，就觉得好像录一集不够，是不是？因为我们其实。佩叔说：“我们只是讲到好表面，好表面，对不对？这皮肤底下还有好多有趣的事情都得分享哈。可是这样有时候讲太多的话，就会讲到别人的秘密，黑毛。对，没错。不过公司才发，因为这一次对导演来说，大家发现，导演也是第一次导用客家话了，周一给会有困难吗？我觉得语言上，应该说语言对我来说的目的就是沟通。那我只要能够达到沟通的目的，我用肢体语言也可以。对。那我觉得过去几年我在可能美国、加拿大还有希腊、意大利，我都有导过戏，然后都是用当地的母语。我印象当中就是最大的经验就是在希腊，因为希腊文其实它出来你是看不懂那个字，因为意大利文它长得跟英文字是一样，对，但你还可以很像，对，那发音你可以听，可是希腊文真的听不懂哦。可是其实当你语言不懂的时候，你的心会打开。我的演员讲错台词，其实我清楚，我可以看着我的英文的剧本翻译，然后我就说你讲错再一次，我说你这句话没有说，哇，因为你的情绪断掉了。其实所有的台词，它就是在舞台剧，它跟我们平常讲话不一样，是你心里想什么，你要表达出来。可是我们平常是你心里想什么，我不要说，就是掩藏起来。所以其实当你在表达的时候，你情绪断掉，我就知道。是，对。不过这一次因为导演说嘛，对不对？希腊也好嘛，戛纳台也好，美国也好，可是第一次导客语又是在岛内，跟港书很黑某感觉还是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一个机会，去认识客家跟客家文化。其实我后来。我知道说，当他们想要做这件事情，客委会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把客家文化推出去。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双向的沟通跟交流。对，我以一个我不是客家人，可是我想要了解，我要认识，所以我更知道一般不是客家的观众他要怎么样认识。太棒了，这个观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被自己框架住，觉得好像我们要告诉别人什么，或是在这个酱缸里面打转。不过会讲你按用给搞理，我就会讲你其实去好像建立一座桥啊，我们在这中间互相交流跟互动，给干书就会按有你。对，所以其实相对的，我想这是导演的感觉。不过对佩叔来讲，或台湾来讲，也还某 K 我给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学习跟经验。你有什么很一定在今天要讲的印象很深刻，也还挺神奇的事情吗？其实我应该就知道当一个发展就某 K 用嘛，因为每一天我们要排练的东西跟新学到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那英雄亲层面就会筹不给人家排练的时间，因为都迷个时间啊，有一些很让人心碎的事情会发生，或者是心痛是吧？然后刚好是泰卡就真情流露出那种，真的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鼻涕都从那边这样一直滴。然后我看我们排完之后，还有人在那边擦地板，因为地上太多眼泪鼻涕。真的，他们擦的不是汗水，是鼻涕。你还帮人家讲够？真的看戏的时候会这样，我是说看电视剧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镜头一进的时候，真情流露的时候，鼻涕叠牙，能够周幕腿看没按容易，还没某凶斗呢。因为刚老师真的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在导演前面，你真的觉得是赤裸裸的，就全部都不很宽腔腔。因为而且你有没有真心的付出在这个情感里面，其实大家都知道。对，你讲啊，唐启讲啊，吃到很像 baby 有冇 ？baby 有冇？偶奶有冇 ？baby， 你看你每天看 baby 给用的都冇穷用。不是说按用唐启来被吃到那种大汉的感觉，就是好像像 baby 一样，他每天像 baby 的样子一样来学习。你讲在高场底度，你每天去看这个 baby， 就上都冇穷用，就有一些过一边给讲唔讲。佩叔有嘛？你看他是说鼻涕掉到地上。有啊，我昨天其实在哭的时候，我还要靠在别人的身上，我想说我的鼻涕直接用别人的衣服。而且那时候我们你这个脸黑嘛意思？而且那时候我们要把他扶起来的时候，我们根本扶不动，他真的腿软，给
我是完全相信我身旁的人，然后把我所有的重量放掉，让他们真的是扛我起来。然后徐浩翔在叫我的时候，他还故意说很重，有手，很重哦，然后抬不起来。哎，我觉得我们下次要叫浩翔来才可以，对不对？浩翔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实力派的一个演员，而且压青会冲狗哎哈，所以这一次的演员跟曾勇演员阵容是很强的。对，今天只是派出2个可以来上通告的人是这样，来共谁 ？OK， 没，我没有来开玩笑，我的意思说这，因为刚好可以邀请佩珠跟大汉来，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优秀演员在这一部舞台剧里面。徐浩翔嘛，然后陈时贵老师。哦，时贵老师很会唱歌，非常。对，他们听说在录音室的时候，那个唱到那个录音师拿了红酒，然后忘记关掉，就让一直。这是真的吗？这个他们讲的，对，真的。录音师拿红酒出来喝，然后就是。对，太好听，真的。我听大汉唱歌，我也很想倒红酒，还没有很跟感动，还没吃到青后堂。自己的人一定要支持一下。那佩珠不用说，佩珠就是专业的啊，也准呀给高级的。对，这新生儿需要大家支持。不要讲，真也可以亲力会。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舞台剧为什么台嘎会讲舞台剧很有魅力，就会按你。对，然后你们接下来给演出收到观众的回馈也是直接的，共识采访的天师，你要冇看到乡亲朋友看天师给用的，你想一看就看，冇一看就管退就好哎。不过舞台剧唔系你走迄个时，他就在你面前，或者是他直接走掉。没管的，因为我们没有卖票，所以他可以走进来再走出去。真的，他想看，他就像你们讲，他看着你们流泪，因为他很直接的回馈，然后大声的拍手。黑某 Q 就同导演讲，走掉，导演不会啦，不会啦，这蛮难的，因为他们得要。其实我都没有事先跟他们说，因为不想吓坏他们。可是其实，在户外演出，你要有办法让他们留住，这是最难的。所以。因为是户外，场地也换很多次啊，这个是第3次。开卡扣你们知道，换场地有猛用不过对环境剧来讲，对，换场地其实就等于重来。所以我们制作团队已经大概演了这一出是第3出，在1个月内。对，可是这次你们2位参与，是听说排演时间也没有很长，黑吗？很短了，1个月。其实我一开始觉得好像舞台剧1个月应该是差不多这样，后来我听大家讲说什么？对，要按段，演了1张也按段，然后越到表演日期，我们真的是越来越紧张。真紧好，好好来宣传一下，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先跟观众朋友讲，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点，然后大家一定要来这样子。好，我们从佩树开始好了。我们在新竹县竹北市6张里的林家祠公园。所以是很漂亮的地方对，里面有很古厝，在那个交大客语学院的旁边。好大。然后我们是在4月28号、29号，礼拜6日下午的5点半。然后是5点半到7点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后同你给永晴朋友的公益嗨，你一定要来看，因为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你们能不能短短的给一下推荐这样子？好。导演先好了，为什么？其实很多人问为什么要选5点半，因为一般演出都是晚上7点半，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掐日落的过程，好浪漫哦，就是从天亮到天黑。哇，好浪漫哦！你看老师可能会肚脐会肚子饿，因为通常鲤鱼精会在这个傍晚的时间出现，对。哇，是不是环境剧？我们要整个融在里面，所以我看戏看一看，矮妹吃到矮黑里面的居民，你们有暗可以干够？对，你从天亮看到天黑，对，好哦，这个真的没想到这个其实是技术总监他们还特别去查了日落的时间。对，哇哦，对哈，哇，好，太棒了！乡亲朋友，听众的记得哦，新年20班29礼拜6礼拜日暗不然5点半，下晝睇5點半，都做俾條大地方50錢哈，所以大家就咧係阿公、阿婆、阿爸、阿姨，聲音，大家大手牽小手一起來觀賞，多棒啊！而且要自備坐垫跟椅凳都可以哦，吓死我了！我还想说要自备什么？黑龙在走在带凳，带个小凳子，像以前看野台戏的那种感觉。走在有东西好是啊，几个准备。对哈，只要维持干净，还可以带个东西，好像野餐跟看戏的感觉。安永可以感
讲讲哈，所以哈，乡亲朋友今日东欢迎走在绕墙头投然绕。配书还有台湾那度节目地图，老大家的分享，新年28、29、86、82，他就5点半度做八届舞台剧《三通传奇》，一听说要看咯哈，所以讲刚才配书，什么投篮，什么大汉哈，有机会接在度了解到大家的分享，性改染出。重构然后转型也好，做得吗？做得，是梦你。好，乡亲朋友，天天下来做乜嘅咧？我哋做认同了。